個，知唔知個咩嚟噶？你試下，似唔似咧用嚟聽歌噶？擺喺耳仔嗰度。今次想同大家介紹下呢個 Slow Bear 珍珠背掛頸奶泵。首先佢真係好靚啦，睇落去完全唔似奶泵，反而咧有啲似 headphone。喺人面前泵奶咧都完全唔會尷尬。佢嘅配件咧唔算多，無論係清洗定係組裝咧，其實都好方便。呢個奶泵係掛頸面手提，長時間戴住咧都唔會攰嘅，可以緩解預防下垂嘅壓力，同埋將壓力咧轉移去到頸部，符合人體工學設計，佩戴咧都好方便。個材料咧仲要好舒服、好柔軟㗎，同埋佢真係好方便，完全可以解放雙手去做任何嘢。喺屋企咧隨意走動啦，同埋陪兩個女玩咧都完全冇問題。叮，話咁快就搞掂啦！偷偷同大家講啦，之前去旅行咧都係靠晒佢，喺機場更加一路行街一路泵。